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呀，头好疼！我是不是喝断片了？连外衣都没脱。算了，管他呢，接着睡。我为何会梦到云珠姑娘？难道有何渊源？殿下，已查明云竹姑娘没有任何异常，户籍正常，入宫之后与小贾姑娘交好。再就是太后寿宴上献血，并没有其他异常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刚封了妃子，就不知因什么缘由，被打入冷宫了。打入冷宫？啊！你去一趟冷宫，找点人打点一下关系，在里面照应一下。冷宫可不是那么好待的。哎，我们怜香惜玉的四殿下也回来了。云竹是丫头的朋友，我照顾一下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殿下，您看，咱们韩章宫都冷清这么久，不如今日就传些唱新曲的，咱们。走！我看是你耳朵痒痒想听了吧？还不快去办？是，现在就去。哎，云竹打入冷宫的事情，先不要告诉他，我怕他担心。哦，快去。哎。你来干什么？我？你认识我？四皇子宫里的宝侍卫谁不认识啊？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和云竹娘娘的朋友认识，受她所托来送点东西。哎，东西给我，人可以走了。冷宫可不是谁都能进的。这云竹娘娘过得怎么样？我能不能看一看？不能，东西给我。啊，行吧，那务必交到云竹姑娘的手里。四皇子宫里的人怎么会给冷宫的娘娘送东西呢？不错，这件事情办得很好。大人谬赞了。等到适当的时机，把大理寺的那些人一并除掉。何人？大人，阿武。进来。大人，你为何会回来？为大人送来此物。这是四皇子宫里的那位小宝，送给冷宫里那位娘娘的，被属下给拦了下来。他的人为何会接近他？说是替冷宫娘娘朋友送的。本想慢慢收拾他，没想到竟上赶着逼我出手。哎，小贾，你怎么刚回来啊？等你半天了。哎，仙儿姑娘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能完好回来，我当然要来看看你。你看，我还给你带了点心。点心就先不用了，姑娘你直说吧，到底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小贾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朋友的，你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当然要来关心一下，你说是不是？
哎，小贾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太后说我谋害太子殿下，二话不说把我关进了慎刑司，还拿走了我的绢花。请问，我是否可以理解成这问题出现在这绢花之上？陆姑娘，这绢花可是4殿下给你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没说跟你有关系。仙儿姑娘，你紧张些什么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东西我就不吃了。今天心情不好，就不留您了。您这边请。这个仙儿姑娘一定有问题。那个绢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行，我要找甘蔗寺问个清楚。云主娘娘，这是大人让我送来的糕点。哦，您可有什么吩咐？若是缺了少了什么，您只管说。我想出去走一走。您最好不要随意走动。云主娘娘，若是有什么事情，小的愿意为您效劳。那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在永阳宫当差的路人甲。是，此等小事，我一定办到。小贾，大人，这是娘娘，这是云珠姑娘刚刚让我带给路人甲的信。一言难尽，我被打入了冷宫。小贾，我想见你，你能来见我一面吗？都已经身在冷宫了，还想着找什么小贾小乙的？大人，无事，你回头告诉他，就说信已经送到陆姑娘手中了。是。伏击失败，但他中了化工散。化工散，你们做得很好，先回去吧。是。小宝，小贾姑娘，哎，4殿下呢？不巧，殿下外出有事未归。未归？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可有急事？我帮你转告啊。算了，我还是亲自跟他说吧。嗯，你回去吧。哦。绢花这个事情，我一定要亲自找他问清楚。徐大人，都给我过来！快点，快点！徐大人，冷宫里面缺衣少物的，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来，你看看，喜不喜欢？来来来，徐大人，我不明白。冷宫里的条件实在太辛苦了，我不想看到你受苦，你也不应该在这里受苦。殿下，慢点，殿下，殿下，怎么受了如此重的伤？我今夜密会阮大人，盼能早日复起。上次弹劾徐有正，阮大人是被盯上了。阮大人是被我连累的，恐怕凶多吉少。您受了如此重的伤，我去换太医。不行。你若把太医换来，我这伤势从何而来啊？殿下，您这伤恐怕殿内现有的药无法根治啊。
喂，你去拿药。是。还有，去陶崖阁告诉他们，我今日无法赴约。快去。明白。花公子。